资刚刚继续来看到挪威选手艾丁9月初伫法国摕到3铁冠军，苏当时伊头壳底中华保盐顺德奖的帽仔，伫咱台湾会当讲唱甲真样。中华县县政府全力邀请伊来到台湾参加田中马拉松的活动，嘛顺续来到顺德奖拜拜献愿。联络伊几落届，伊总算点头答应，确定新历11月初9到11来台湾3天，到时阵一定伫中华引起大轰动。 在法国尼斯铁人比赛顶的头一个冲过终点线，摕到冠军的挪威选手伊丁，迄当阵戴这顶中华顺德奖的帽仔，互台湾变甲最有名的。伊丁知影伊伫台湾变甲真红了后，就答应中华县政府的邀请，决定要来台湾参加马拉松，佮录一段影片感谢乡亲的支持。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aiwan, and especially great to win it with a cap from Taiwan that I found on the ground from Japan. 伊丁本来要参加明年伫日本办的冬季奥运会，所以想要甲台湾的邀请摕掉，毋过中华县政府唔放弃，总算互伊丁答应。县长王惠美宣布这个好消息，预计伊丁11月初9到11这3天会来到中华参加田中马拉松，佮会去保盐乡顺德奖献愿。我们真的用了非常多的方法，用了哪些方法？还有一点点的运气。说真的，已经很确定田中马他一定会过来。我嘛感觉讲俺真欢喜啦。 县政府讲，这3天的行程开销无100万，不过预计会请真侪爱走马拉松的民众去参加，为田中马拉松创造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